郭文鐵28號展開台南輔選行程，為黨提名台南市第一選區議員參選人陳世偉助選。第一站先到新營王公廟參香祈求，隨後前往新營第一市場，甲民眾握手博感情，希望爭取更較濟選民認同。大家好，你好，快點。大聲有一個啦。謝謝，拜託支持一下，拜託支持一下，我本人，謝謝，本人謝謝哈。針對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計劃甲歷任市長請願意思，郭文鐵無拒絕，只簡單表達，這禮拜攏佇南部輔選，後禮拜才有贏。什麼時候去拜會你？然後你有要接受？他不是說講過，這個禮拜都不在，下禮拜才會處理掉。下禮拜他要處理的。郭文鐵的報則是陪同台南市永康區議員參選人林乃里掃街拜票，持續替黨籍連選徛台有關聲勢。不過媒體焦點依然鎖定在台北市長連選，南北到底到要合作這件事。鄭麗文說，希望民眾黨要理解，然後他沒有辦法處理。然後怎樣？我們要莫忘合作初衷嘛。那徐信盈說，這個要相忍顧大局。我說天哪，我怎麼是？我覺得這個有時候是這樣的藍白合是一個大戰略的但是要至少要做到誠信的，說大家是可靠的。你事先，我是不曉得他怎麼，我跟你講，這個是鄭麗文自己跟徐憲自己要出來講。你當時是怎麼跟黃國昌講的？我先聲明了，我沒有在現場，我不知道。但是你怎麼跟他講的？他講到整個民眾黨就按照說竹北要讓給民眾黨去選，然後我們就這樣準備下去的。然後你一直到最近，他也不理我們。那昨天就吳旭志就去登記了嘛，我登記我就知道這一下完蛋了。我覺得這個還是要不應該發生這種事的，但是已經發生了這個善後真的要想一想，因為其實2026對國民黨蠻不利的，因為彰化我已經很清楚了，彰化這個局面很難挽救。你現在新竹要這樣，我是很怕它會蔓延，再下去就變成宜蘭、新北都會蔓延到，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這樣的政治還是有時候。什麼才是真正的大局？還有誠信這個還是要考慮，要去注意的。隨着選舉投票愈來愈近，各黨積極布局，南北的部分選區的連選協調也未定案，後續合作敢會當順利推進，嘛成為地方選戰另外一項觀察焦點。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